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的时间喽。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人生的四大事情，那就是食衣住行，其中的行也就是交通。交通呢，客家话叫做交通。交通很好学，因为呢其实就是国语的同样两个字了。不过呢，一讲到交通，可能就是一个头两个大了。因为上班上学最怕的就是碰到塞车，就是塞车的时候。哇，呀懂塞车，莫呀嘿哦，现在很塞车，就是指现在很塞车，我要现在去，也就是所谓的 rush hour。成龙不是有个电影叫《尖峰时刻》吗？那个就是 rush hour， 塞车。像以前的人靠两条腿，行路就是走路，行路就可以到目的地喽。后来呢，有了私朗茶，私朗茶是什么呢？就是 bicycle 脚踏车的意思。好啦，那脚踏车是不是用两只脚来踩呢？踩这个字呢，客家话用的是肩，肩私朗茶就是踩脚踏车，肩就是踩的意思了。后来汽油发明咯，就有了很多的这种电动车，比方说欧多拜。哎呀，小时候最常听爸爸讲欧多拜，去欧多拜来，欧多拜，欧多拜。其实呢，你看这个音就是来自英文的 auto bike。auto 就是自动的 ，bike 就是脚踏车嘛，所以 auto bike。auto bike。再来轿车呢，轎茶，轎茶也可以说爱马茶。爱马茶就是矮矮的女人呐，因为那个汽车矮矮的嘛，所以叫做爱马茶、轎茶。我也听过我家里老人家说库鲁玛。库鲁玛大概是从这个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字了，也就是指一般的四轮轿车的意思了。轎茶、爱马茶、库鲁玛、火茶、船诶，还有飞扬机。飞扬机就是飞机的意思。最后我们再来学天茶，就是电车天茶。再来呢，捷运叫做恰运，恰运就是捷运的意思了。好，不管你上班是用什么交通工具呢，以上这些大家都用得到。像我徐老师就从机场茶清点，机场茶，来跟我念一次。机场茶，他不是啦，计程车，那还徐威安之 say 咯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